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約出㗎啦，快少少遨遊氣泡啊！響佢入邊就係浪漫勇士嚟㗎咯喎，外邊呢有知足常樂啦，入邊係直線力山啊！大約跟住個第5位淺藍衫係嘉應傳承啊，後邊嗰4匹馬分別有安晴啦、當年情啦、美麗同響外邊嘅尾二啊，暫時殿後係有目共賞嚟㗎。咁啊，接近呢個1006米嘅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就係遨遊氣泡放咗出嚟先，外邊位置知足常樂就走咗上去啊。第3位嘅馬有浪漫勇士啦，埋邊第4係直線力山啊。後邊嗰5匹馬啦，安晴啦，內欄尾4位置係嘉應傳承啊。後邊嗰3匹馬分別有當年情、美麗同享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有目共賞嚟㗎。咁啊，去到對面直路中段，接近1002米嘅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呢，仍然係遨遊氣泡嚟嘅，響外邊有知足常樂啊，第2位呢，直線力山啊，埋邊第3，浪漫勇士63跟住個第4啊，內欄第5位就嘉應傳承，第6位紅衫係安晴啊，後邊嗰3匹馬仍然係當年情啦，尾二位置美麗同享啊，暫時殿後咁啊，都仲係嗰匹有目共賞嚟㗎。開始轉香港體育學院彎啊，遨遊氣泡喺前面放得好鬆容啊，知足常樂響外邊嘅第2位啦，直線力山第3位，浪漫勇士63二搭嘅第4啊，後邊嘅馬有埋邊嘉應傳承，出邊紅衫白帽安晴啊，後邊3匹有當年情啦，尾二位置美麗同享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有目共賞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佔先仲係遨遊氣泡啊，中間係知足常樂啊，浪漫勇士響外邊已經係上咗嚟㗎啦，後多層啊嘛，有直線力山入邊嘅嘉應傳承，最後300外邊位置浪漫勇士，埋邊遨遊氣泡，後邊仲有隻直線力山，再後多層咗嘉應傳承，最後200米浪漫勇士已經係脫穎而出啦，埋邊遨遊氣泡，後邊嘅馬仲有直線力山，出邊上緊嚟就嘉應傳承，接近終點，浪漫勇士以一個非常嘅輕鬆姿態受姜贏出今場中銀香港馬會杯啊！呢隻浪漫勇士都認真厲害啦，遠征一輪咁喺香港賽場上面啊，以差唔多1年嘅時間冇喺賽場出現㗎啦。咁但係一返到嚟香港，已經即刻可以輕鬆贏出呢場中銀香港馬會杯，亦都為下個月出戰國際賽注入強心針啊！